现代台语版圣经彼得前书第3章。相款，恁做妇人人的，着顺服家己的丈夫。安尼，因中间若有人无顺坦道理，为对恁的好品行受感化，恁拢毋免讲半句话，因为因会看出恁的生活纯洁搁敬虔。恁毋通靠边头毛挂金器，穿水衫顶装塔，着靠内在的水，用温柔甲安静的性情做袂败坏的装塔。这伫上帝的面前是上宝贵的，因为早时仰望上帝遐个圣洁的妇人人，嘛是安尼装塔家己，顺服因的丈夫。亲像撒拉顺从亚伯拉罕，称呼伊做主人。恁若做好事，无受恐吓抵到惊吓，就是撒拉的查某囝。总讲，恁拢着同心同情，相疼，亲像兄弟姊妹，有仁慈，心存谦卑。无用歹报歹，也是用侮辱对付侮辱，颠倒着用祝福回报，因为恁是为着即个受呼召，互恁通承受福气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人若爱性命，爱过好日子，着禁家己的舌无讲歹话，禁止喙唇无讲诡诈，着拒绝歹。做好事，热心追求和平。因为主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，毋过伊会对做歹的人变面。恁若热心做好，啥人会害恁？总是恁若为着义受苦就有福气，毋免惊人的威胁，嘛免着急不安。着尊重基督做主。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，着不时准备好势，通对因辩明。不过，着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，着清白的良心，通伫恁受侮辱的时，互遐个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行为，感觉见笑。受苦若是上帝的旨意，做好来受苦比做歹来受苦较好。因为基督嘛捌为着做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的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是为着要带恁到上帝的面前。伫肉体伊受处死，伫灵伊有搁活。通过伊的灵。伊嘛有去对遐个伫家内的灵传道，就是若准备大船的时，上帝有耐心听候遐个毋顺服伊的人。当时进入大船的人无几个，只有8个，因有对水面得到救。这个水有标洗礼，毋是要洗除恁身躯的垃圾。是要互恁有清白的良心，通对上帝决志。这个洗礼通过耶稣基督的搁活，互恁得到拯救。伊已经上天，现在伫上帝的正边，在掌管正天使以及灵界的掌权者甲权力者。